好，我来办理住院手续。好，我来办理住院手续。好，我来办理住院手续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给我的单子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本我的单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本我的单。好的，要住一般的健保病房，还是自费差额病房呢？好，我带一般嘅健保病房，含係自费产业病房。好，我带一般嘅健保病房，含係自费产业病房。自费差额病房。自费产业病房。自费产业病房。您需要双人还是单人的病房？唔愛雙人，含係單人病房。唔愛雙人，含係單人病房。双人病房。双人病房。双人病房。自费双人病房费用差额为1天1000块，可以吗？自费雙人病房費用差額係1日1000塊，是的嗎？自費雙人病房費用差額係1日1000塊，是的嗎？可以。好，急诊费是350元。是的。好，急診費係350塊。是的。好，急診費係350塊。請問您和病人是什麼關係？我是他太太。請問唔同病人係乜嘅關係？我係家母娘。請問唔同病人係乜嘅關係？我係家母娘。要麻煩您填寫一般同意書跟自費同意書。我麻煩您填寫一般同意書同自費同意書。我麻煩您填寫一般同意書同自費同意書。這邊填寫病人的名字，這裡填寫您的名字、電話跟手機號碼。這邊填寫病人嘅名相，這位填寫你名相、電話同手機號碼。這邊填寫病人嘅名相，這位填寫你名相、電話同手機號碼。這張是自費同意書，就是需要自費差額1天1000元的病房。這張係自費同意書，是需要自費差額1日1000塊嘅病房。這張係自費同意書，是需要自費差額1日1000塊嘅病房。請在這裡寫您的名字以及跟病人的關係。請出這位寫人名相，並同病人嘅關係。請出這位寫人名相，並同病人嘅關係。填寫好了，請你看一下。寫好了，請您看一下。寫好了，請您看一下。再麻煩您看一下一般同意書的第5點。再麻煩您看一下一般同意書嘅第5點。再麻煩您看一下一般同意書嘅第5點。如果有人詢問張先生的病房號碼，可以讓他知道嗎？那有人詢問張先生嘅病房號碼，是得本記啲嗎？是的。那有人詢問張先生嘅病房號碼，是得本記啲嗎？是的。可以。那請您在這裡勾同意。是的。安尼，請出了位叫同意。是的。安尼，請出了位叫同意。這份一般同意書的第2聯紅色單子給您留存。這份一般同意書嘅第2聯紅單本唔留存。這份一般同意書嘅第2聯紅單本唔留存。第1聯白色單子，請連同自費同意書及住院通知單拿到急診。第1聯白單，請連同自費同意書同帶院通知單拿去急診。第1聯白單，請連同自費同意書同帶院通知單拿去急診。交由護理人員辦理住院報到哦，這樣就完成住院手續了。交本護理人員辦理帶院報到，安尼是完成帶院手續咧。交本護理人員辦理帶院報到，安尼是完成帶院手續咧。謝謝你。不會，不用客氣。好，羅拉唔是生意，莫客氣。好，羅拉唔是生意，莫客氣。